继续来看国民党云林县的立委丁学忠邀请到女性的立委陈金辉、张家军以及台北市议员江派君努力出动，到伊的本命区虎尾来车队扫街。那罢免团体这边是邀请到民进党的立委李坤城到四湖乡扫街。 将要面对7月20日罢免投票日的云林县国民党立委丁学忠，早起就来到虎尾的菜市仔车队扫街，为了争取太太甲阿姨的支持，丁学忠这届专工找工党女性的立委来徛台，都是站在我们人民这一边，包括补发现金，包括80岁以上免巴士量表，包括帮劳工争取多5天假等等哦，可以说是方方面面哦都支持我们的民意。 柯建铭说，假使大恶霸成功，他要收回来的。柯建铭也已经承认，他策划这件事情已经60年了。聊聊这两个女性立委，台北市议员江派君也专工落南收听，车队经过菜市仔时，有未少摊商对丁学忠比赞。这届这个恶质的罢免吼，是顶然是完全袂接受的。丁学忠回红本命区伫虎尾店扫街。 罢免团体是找民进党的立委李坤城来到四湖乡，收到了快200多份，哦，就是你是住在三重，但是他的户籍是在云林，所以我这边也拜托我们住在三重的云林的乡亲，还是我们在地的云林的乡亲，那个贵能刚726就要投票了哈。上阵伫小北市讨谈的云林海线人，罢免团体讲已经准备好返乡的专车，免费予想要登去云林海线的民众坐等的投票。在台北或新北的云林人，我们在双北都有安排返乡专车，邀请你，如果你是青年，你没有办法负担返乡的交通费的话，没关系，我们为你提供的专车，希望可以安全护送你回到云林。罢免团体强调，国民党这一党内所提出的法案毁宪乱政，认为守护民主都应该爱护无责任的立委落台离开国会。罢免团体加强回弹，呼吁民众支持罢免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